由安桂青花伫市政总集村中，针对专门溪大桥、甲历史册交流道后续的整合规划等重大议题，提出甲市府来探讨。其中，大港大道西段30米拓宽为60米的道路开辟，因为总经费包括工程甲地用地，大约需要20亿。由安建议，明年应该爱先来编用地费用。这个是分化了吼，会回馈金啦吼。回馈地方的建设啦，吼，咱今年规划费用吼，已经这个编列，即马已经咧规划啊。即马咧分析啦，吼，即马咧规划啊。嘿，即马咧规划啊。分析是希望讲伫今年的年底啦，吼，咱来编列预算啦。是，多谢郭议员，你只要关心这条嘛，确实是对着咱要兴建这个更新路吼，这一个地方的要求。所以呢，咱即马要来开辟的，今年已经编几个月啊，刷来明年咱就开始，今年年底就恁审预算的时阵就审会到啊。好的，明年的这个包括用地费用，但是因为咱的，那像你嘛知影，咱的财政即马无遐好，所以呢，咱就要分期来编。但是要编的时候一定要甲地主讲好，譬如讲，我甲你征收啊，这征收100万，啊，但是我分5年、分3年，吼。来甲你付钱，啊，大家同意，安才会使啊。所以咱毋免烦恼讲，即马煞来无一边编辑地价起价，拢因为价钱拢讲好啊。另外，有关天马电台自从拆迁以来，到现在已经限制13档。有关呼吁市府袂用个再拖，应该参考平时营区、南台南副都心、甲伫永康炮校等开发案，尽速提出具体方案，落实地方建设的转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